除舊有嘅模式，揭開劃時代嘅一頁。單色代表單調，活力需要彩色，最快速度掌握瞬息萬變嘅時代資訊，專業嘅團隊拍出專業嘅水準。新一代傳奇誕生，孔人一定唔可以錯過。孔仙舟新一代傳奇嘅誕生，我一定唔會錯過。孔仙舟新一代傳奇嘅誕生，佛孔人一定唔可以錯過，一定唔可以錯過，一定唔可以錯過。孔仙舟新一代嘅傳奇即將誕生，佛孔人一定唔可以錯過啊！